来到中华溪州，有一间60年的三合院的老厝。最近这个墙围顶是出现着将近300粒的这个野虾。这野虾有袂少的色水，有黄色的、彩色的、柑仔色的，有的甚至阁矿金色的，都袂输是珠宝同款，真神奇。哦，这边都是大概200-300个了。三合院旧厝的壁出现将近300个斑点，详细一看才发现，这个唔是斑点，是挂伫壁的野虾。真色啊，那无真色。阿拉讲，哎呦，都唔捌看到迄安尼。这野虾拢是化斑蝶，而且根据环境来改变色水，有的是黄色，有的是柑仔色、青色，甚至阁有留啊金色，感觉同那珠宝同款水，规壁都变做珠宝壁。旧厝主人讲，因为厝内有种鸭仔介意的食物马丽金，结果去因真侪鸭仔陪来食汉棒卵。就花若盛开，无节制了，它会有一次大发生，毛毛虫就全部长出来。那长出来就会把这个马丽金的叶子全部啃光，然后到外面去结蛹。这鸭虾上尾来变做美丽鸭，只是鸭虾是安怎袂互鸟仔食掉？生物老师讲，鸭爱食的马丽金有微量毒素，鸟仔无介意食，而且鸭虾嘛有惊天敌的效果。它们的身上还有那种金属的光泽的点，是一种贺主作用，天敌会很难想象它是一个食物。赤毛糖变做野虾，大约干那需要2-3分钟的时间，所以这个画面真难得，吸引袂少民众围过来看。特别的景象嘛，互旧厝示范一场上水的生态教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